超级偶像 Super Idol。今天，选秀节目史上头一遭，上演超一超二绝不留情大对决。黄文兴与 Babyface 即将展开人气偶像大对决。最后一组，欢迎黄文兴出场，同时也欢迎 Babyface。 Hello， 金姐好，好久不见。好，各位评审老师好，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哦，偶像好。没有，不敢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哇，现在偶像哎，真的是没有不敢。也拍戏。对，就是刚好有这个。戏演得很好哎。没有啦，就是还要再加油啦，还要再加油，对。应该，但像偶像又有偶像的那个气质，有没有？然后又有偶像的谦虚。谢谢。好，那先听你歌曲，今天要带的歌曲是那英心酸的浪漫。对。怎么了，姐姐？没有。偶像浪漫要再放清楚一点。浪漫，有比较好吗？要整句啦。心酸的浪漫。欢迎你，黄文兴。谢谢。再次相见，往事如烟。他用淡淡的笑脸驱逐不安，很想再提起从前，以为缠绵。他用淡淡的笑脸拒绝我所有语言，面对他依然牵挂。是我太傻太善良，我怎能寄怨他？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，面对他依然牵挂，所有为难的爱他，忘不了放不下，心酸的浪漫说不尽啊。相见，默默伤感。我坐在他的面前，局促不安。很想再提起从前，心口难开，让时间为我表白。我是万般的无奈，面对他依然牵挂。是我太傻太善良，我怎能寄怨他？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，面对他依然牵挂。所有为难的爱他，忘不了放不下，心酸的浪漫说不尽啊。多年后再次相见，十分伤感。他坐在我的面前，往事如
想再提起从前，太难，太难，太难。掌声鼓励黄文兴6强决定赛。天哪，我真的发觉到，做一个偶像重要是态度哎。他站上去就是个巨星哎，大家唱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看他？有，而且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连 Kimi 都超爱你的，Kimi 超哈他的耶。再见。干嘛说出来？全国早就知道了，真的。Kimi 喜欢他哦，偶像。哇，什么？台语哦。哦，台语。好，讲到台语，今天你不唱台语，他们要唱台语了。嗯，哎呦，今天我们要挑战台语歌，而且是他们第一次唱台语。这首歌是《忧愁》。对。哎，才没多久，那个谁刚唱过而已啊。我哥。你哥啦，对，你亲哥哥，你亲哥哥啦。鼓励欢迎 Babyface。面对黄文兴精彩的演出 ，Babyface 能够击败学长，获得胜利吗？黄文兴演唱那英的经典歌曲，完美的口气掌握与真挚的情感表达，让 Babyface 陷入苦战。他们能击败黄文兴吗？今天看到文兴唱歌，我有一点点就是小小的感觉哦，就是文兴开始在乎很多的事情，就开始在乎很多不必要的事情，就像在舞台上的那种洒脱，已经开始有点被你的担心给盖掉了。那这个其实蛮可惜的，因为我们很喜欢看你那种很洒脱、很狂放，然后在舞台上尽情挥洒的感觉，现在反而比较收。从很多的事情看起来，但是我觉得你的音准、你的样子、你的自信，真的有很大的改变，非常好。那 Babyface 的部分，我觉得今天当然可惜，因为这是进步了，非常好。我觉得慢慢你多唱一点，你就会越来越进步。OK， 大家都在进步，很棒。珊妮老师。其实我的想法跟国华老师很像，我也觉得文兴今天在台上变得，因为之前你在台上很吸引人的一个部分在于你的专注力，会让你的感情的那个穿透很好。可是我也觉得你今天要照顾很多东西，可能是你自己的表现或者很多外显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有扣到一点分数。当然，因为你的基本功。还有整个气氛的掌控都还是很好的，有一些小忘词，有一些小瑕疵。可是我觉得，唱歌在舞台上的时候，我还是喜欢你之前那种很独特的专注力，这对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。然后 Babyface 的部分，我必须坦白讲，表现其实没有，就是最近几个礼拜以来那么好。好，这一轮的比赛，我要看一下超一的黄文兴分数。谢谢老师。要多平均，5个8.5哎，8.5哎，哇哦！好，超二的这个 Babyface 分数，请下分数。42.3，谢老师，差一点点。激战过后，目前超偶1、2班双方以极优异的表现战成3比3平手。性与选手的权益，评审们立即再度谢谢所有学长姐，谢谢，谢谢，也谢谢所有的评审老师，谢谢，辛苦了。超级偶像，实现你的梦想。